首先介紹下自己啊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蘇子晴。蘇子晴，不如我俾少少意見你啊，你嗰日喐少少咯，因為其實你都企得好定，咁其實可以少少 movement 都好啦，同埋記住要多啲笑容啊，笑喎，因為你好得意啊，你笑一定實冧到嗰啲人。我可以示範俾你聽下，我係點樣開聲。好啊。咁搞笑。咁樣。比賽前我哋一齊開下聲，好冇？嗯。你同步呼吸這一口氣，哪怕是雲層上吹波。